Storytime 開心講故事時間又到啦！今日我要講嘅故事係我愛上學。返學真係好有趣㗎！你可以喺學校同其他小朋友玩，仲有大人陪你玩添啊！你睇下佢哋依家玩緊咩啊？有時候你會喺室內活動，玩下角色扮演，扮下動物，扮下其他職業。你又中意做啲咩呢？中意畫畫啊，定係中意玩火車啊？有時候你都會喺戶外活動㗎，可以玩下沙沙，又可以玩下攀爬㗎。你睇下呢啲小朋友喺度做緊咩啊？喺度踩單車，同埋喺度跑步。你又中唔中意啊？你仲會喺學校學習啲新事物，譬如你會學習種植啦，又或者你會學習煮嘢食。今日你又學咗啲咩呢？喺學校入邊，你需要幫手收拾，將玩完嘅玩具收返喺相同嘅箱入邊。你睇下呢度有幾多塊積木啊？你又應該將啲積木放喺邊度呢？中午嘅時候，你會同其他小朋友一齊食晏晝。你可能會食到一啲從來未見過嘅食物，譬如西瓜、西蘭花、橙、番茄仔、香蕉、餅乾、三文治、意粉。呢啲食物你又中意食邊啲呢？有時候小朋友都會喺學校瞓晏覺，老師呢都會講故事俾大家聽。今日呢度有幾多個小朋友喺度瞓晏覺啊？喺學校入邊，小朋友會一齊聽故事，一齊唱歌，仲有一齊跳舞。你又會中意邊首歌啊？啱啱返學嘅時候，你可能會有啲緊張，但係有人會一直陪住你，話俾你知唔同嘅事情，去幫你。當你想攬攬嘅時候，仲會好大力咁樣攬實你㗎。同爸爸媽媽講再見，然後就一齊去玩啦。玩夠，你就會發現爸爸媽媽已經喺門口等緊你啦。係時候返屋企啦，拜拜老師，拜拜同學仔，我哋聽日再見啦。故事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又鍾唔鍾意呢本書呢？又或者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又有咩感想呢？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繼續收聽 Happy Storytime，就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